哇，咱节目到今嘛，你敢知影？咱已经送出偌侪幸福的啊！电脑啦、洗衫机啦、卡达车啦，加起来已经超过60项啊！讲真实，我即马心内拢是迄60个家庭在使用这个幸福的时阵，迄个幸福的画面。嘿啊，观众朋友啊，你敢想要甲因共款，甲幸福的无转去？那你就赶紧来报名。卡叔讲来现场参加录影嘛是会用的，因为摕奖金嘛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，对无？来欢迎头一组第0人格，欢迎！哎呦，好奖计势！引导。再来欢迎香辉家庭。哎呦，足够水的，啾咪！最后一组欢迎漂配台中人。哇，欢迎大家！希望你会当甲幸福的拢蒙得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欢迎第0人格，来，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阿峰。大家好，我是柯林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所以这两个是你的表小弟。是我的表小弟，啊是安怎我会带因两个来嘿啊呢？其实我的亲情内底有足侪人的，啊毋过呢选到这两今个。仔日只有因两个人有用。卖啦，你讲这闹鬼的只有伊两个人愿意。有人伤害羞啊，无想要起来。哎呦，啊你拄仔的眼神是看头前。嘿，我有头我今仔日有来，啊不过伊无愿意就台。哎呦，你头讲啥？多谢是妈你叫妈。什么名？美拢的王祖贤啊。哎呦，啊，这手边的是阿嬷，阿妈，你好。哎嘿，妹妹是妹妹是我的表小妹。表小妹。表小妹哦对哇，欢迎欢迎。表兄妹的表情看起来确实是无想要就电视。对面拢红起来。所以他说讲有后盖哦，你就直接就台就好啊。你别讲啊，因为面要烧起来。啊，是安怎我会带阿峰来，都是因为吼，伊是一个军人，哎，伊是空军的，哎呀，有咧练的啊。看这体格就是无共款。哎，敢袂当等者现场等者，互观众朋友看卖嘛唔。是咧操蛋，伊最近伫遐准备一个比赛，健体比赛，健体比赛。透气的，透气的，透气的，来，哎，你安尼袂用的，我就是讲你脱外套内底是吊架，啊，竟然连吊架拢无。我大家哎，看者。你看好清楚啊，不是大家有这款的机会。我来改造他讲啦。我来改造。你想要创啥？我较年轻的是安那这款代志，你要甲人斗相共？做工课，我是为着观众朋友的目睭啊。好，哦，你的眼神唔是安尼。哦，第一个，哇，哎，后边，哇，你看这样，现在真最好的，哇，拍下出的，加油，希望你比赛顺利。你这这个这是空军嘛？嘿，伊嘛是军人。唔是，准阿 Sir。哎哦，警察。哎，对。啊，因为今仔要算游戏嘿嘛，啊要用到体力嘛，对，所以你看我找一个军人，啊一个准阿 Sir，哎这就代表我的气度心嘛。哦，是我就是讲你爱讲，所以我今日带因两个人，我是救民主的对吧？嘛是救民主的救啊。民主的。哎，林哥，你自细汉就伫咧真侪唱歌的节目比赛，过年过节是不是？时大拢会叫你出来表演啊？我跟你讲，这是无法度得票。啊，不过你感觉迄表兄的唱歌的歌声安怎？哦，足赞的，足赞的尤其是最近迄拢是家己的一条。哎呦，我听，我哦，规个脑海拢是迄个声哦，你音。帮我拍广告呢哦。哎真的啊，我讲真的。你敢知影？你替你表兄拍广告，伊的钱会变少哦。不是，比赛的人就这部钱拢会变少。无啦，讲生笑啦。啊，真哥，你唱歌是真着妈妈？哎，讲实在是整着妈妈啦。哇，你莫看，美龙王主席伊是较早有参加过迄五等奖，哎。其实自细汉伊就是有赶迄西餐厅咧自弹自唱嘛。哇，应该来讲，就是伊当初爱为着爱饲鸡，啊，所以伊伫学校上课上了，
是。啊，下课了就随赶西餐厅安尼，啊去弹钢琴，啊唱歌安尼。后来颠倒是敢若我行伊本地想要行的路安尼，伊嘛知影足辛苦的啦。所以我一开始的时阵，我要参加比赛，伊就足反对的。啊，伊嘛无啥会晓沟通，所以伊就跟我讲，你若会当着名，我就。哎呦，哎对，哇，你哪样知？你嘛常常讲这句话。你这自细我知影你要讲啥。那你今日是毋是唱这条歌，拢是家己的，互大家听看卖？好啊，好不好？哇，好，来大家捧下嘴嘞！七八少年含慢讲话，上惊歹势，找无人通讲心内话，嘛要管天有原地，目屎偷偷沉落几暝，想要讲啥话，看伊路是啥货。一份工课，偌济交陪在人表演，为着生活活到无成地。若要讲朋友偌济，可是有缘也是迄个，一句简单的话，拢是家己的。谁知我会问我的心情，唱出勇气来叫阮的名，心内不时想起当初迄个爱做梦的囡仔，身边有一个相挺的人，人生风雨大免拍一行，担这点点做你温暖的保护。拢是家己的，对对对。我看妈妈哦，坐伫咧头前嘛是足感动。哎，歹势。啊，你拄则有讲着，讲你细汉时阵种五个是啥物情形？我细汉的时阵，妈妈互我练钢琴，啊，伊逐摆伊拢管到足严的。我若练无好，伊就甲我关伫房间内底，房间内底，啊，电话甲切落花呢。啊，我迄当初我会足惊的嘛，结果有一摆，有伊带我看迄眼科啊。啊，眼科医生就甲我讲，哦，啊，你即马你的迄视力吼，你若阁继续阁安尼用落，有可能会假近视啊。我心内偌欢喜的，你知唔知？迄当阵就讲，哇，安尼总算毋免练琴啊，安尼真好。迄当阵就无啥练啊，后来，啊，一直到我去迄种超级星光大道咧比赛时阵啊，我最后一届互淘汰，就是因为我弹无好，啊，就因为出揣我名次就无讲介好安尼。迄当阵我想起。迄当阵我若是有听妈妈的话，唉，即马应该。啊，那你是毋是爱访问一下妈妈？迄当阵是有啥物款的想法？妈妈就惊啦，嘿我阿妈讲好啊。阿妈讲吗？阿妈讲啊，阿妈，互你讲敢会用诶？嘿，伊一向是我的心目中是有人真乖的啦。哎呦，啊，无啥物歹习惯啊，该好幼稚。阿妈，拢是家己的。拄则迄段，你昨暗陪偌久？真正有影真乖，该好幼稚啦。哎呦，嘿，好阿妈，谢谢阿好，妈。谢谢阿妈，谢谢妈妈。哇，那呢，你今日幸福咧，想要爱啥咧？我想要体脂机。来，咱做伙来看伊体脂机体脂好嘅。这是我头一届看到人见的幸福咧，有可能是互家己痛苦的。先生，无啦，伊做咯，哎，足严格的。对啊。不然啥物啊？一个要参加迄健美的比赛，啊，一个个艺人，一个个准阿 Sir。所以这体脂机对你来讲真正足需要、足实用的啦。好，更有信心。来，做伙加油一下。加油！嘿，马上来进行尻川三斗球。气球拍对空中，用尻川后的篮去接，3个人相刷，40秒以内3个人拢接到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哎，你要安怎？
分配嘛吼，安尼安尼，吼，知影嘛吼，你先啦，安尼我第2，啊上第3，好，冇问题。你排第3，敢有压力哦？小可，小可哦，毕竟讲伊头前考试讲无成功，就无你的代志。我不准你安尼讲，你要较乐观的。而且刚刚若是剩5秒，互你是要安怎？我就一届就好。一届哎呦这个哦，安尼看一下，因练习的时阵应该是定定咧成功的哦。各位来看因练习的过程。有几啊？啥？尻川三斗球，用尻川后的拿，这几啊？这无老人袂知。这届我找我的其中一个表兄弟，伊是阿 Sir， 让我们欢迎一下阿 Sir 好。哦，你好。啥？无这简单啊！有练过就是无共好。你记不啊？我表兄弟林峰，你来做伙开电话了，我当中挺好啊。虽然练习，这个走。你看你嘞，哦，过来。哦，有你吧？呀，拜托诶 ，easy，come on， 即摆用千拖拢会使，去平整啊，当然倒转来，阮传好啊，等你，哈哈哈。你看我表演无？尻川三斗球，嘛安尼尔嘛，拜托诶，所以天公伯啊，我叫你拜托，给我一点仔困难就好，一点仔就好，好不好？拄则想法唔好，我受骄傲啊，歹势。杰哥，哎，练到安怎？我啊，手感真好。哦，你讲40秒无够。哦，你练习的时阵，你讲安怎啊？你拍8点钟呢？天公伯啊，我一个较困难的游戏，好无？无关系，哦，这顶收臭屁的，真正骄兵必败，袂当遐臭屁。袂当吃到臭屁。而且拄则看阿峰，哦，安尼，足顺手诶。我甲你讲，伫顺手进前毋是安尼，啊？拄则伫遮练习嘛，啊咧，打开始咧弹的时阵，奇怪呢，哦，这冷气可能开啊伤大。怪冷气。我拄则弹换我的时阵，叫你穿唔着衫，这无啊，足客。加伤痛啊！哎呀，其实你所以白啊，哇，压力最大的咧。来，第0赢家，请就位。尻川三斗球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新场面！射你就。无你比。来，继续。过来！到，莫去，好，上，差跳，后边，先攻了，我别去球啦！阿弟，里面啊！哇！我胜！开始啊！新场面！射你就。无你比。来，继续。过来！到，莫去，
来听听，好，哎，上，擦掉，后边，先讲啦，我你莫去笑啦。阿弟，里面啊，我上啦。马紧，耶！真可惜失败啊！哎呦，因为有几届机会啊。够一届，好，来第零届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，就40秒啊！辛苦，马紧，倒来，加油啊！好，卖紧张，卖里面啊，好，是有啊。回到老鼠，马紧，倒来，哎，马紧，麦紧丢，来，进来，进来！你最后是不是足紧张的？就剩5秒。不是我心内伫家己讲，爱稳。来，恭喜哦！看到咱的幸福嘞！再来换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一个人挑战哦，30秒以内去接到1粒就过关，会当得到1000块红包。来，我算到3，敢有人想要试看没？1、2、3。哎呦，来，这个哥哥，欢迎！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劳俊雄。你好，感觉这游戏简单还是困难？哦，这困难呢，超困难呢！既然就电视就好把握这个机会，过关摕奖金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卡称3刀球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哎呦，豆豆来，哎呦，公演成功了！恭喜啊！你感觉唔敢相信对不？对，我唔敢相信。一届就成功啊你！哇，真叫厉害，谢谢。好啦，多谢恭喜第0届，多谢。再来欢迎第2组，欢迎相会家庭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爸爸郭英普。大家好，我是郭迪兴，今年9岁。哇，今年9岁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邓一心，我今年10岁，我上爱唱歌。哎呦，你上爱唱歌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，我叫做邓怡。第年，哇，相会家庭。对，会好这个名，就是因为有2蕊花嘛，对吧？对，啊是想报名要来挑战的。姐姐决定要参加的。哇，姐姐决定要参加的。姐姐，你想咯会想来做这无？是想要摕这幸福嘞，还是想要来耍游戏的？开心好的。摕幸福嘞哦。哎呦。所以你有一个物件，你想要爱足久的啊，对吧？姐姐跟妹妹差几岁？因差5岁。差5岁哦，我甲阮姐姐嘛是差5岁。哦。对啊，结果大家拢抓准我是姐姐。恁大家看，叶嘉瑜遮大汉的时阵，我遮细粒1年。差5岁，敢会当做伙耍？做伙。有啊，妹妹甲姐姐感情就好诶，像有捌一摆。姐姐看妹妹在行，结果妹妹无小心，互姐姐用拨到，妹妹随爬起来，但妈妈讲我无代志，伊惊姐姐去互妈妈骂。哦，哇！啊，姐姐迄当初敢有感觉妹妹足大心的。无。你跟我定定到3工照顾妹妹，为妹妹耍啊，还是欺负妹妹？啊，欺负应该是欺负妹妹较济。哎，你看，姐姐即马心内想妈妈，你啥都要讲出来。无啦，自细汉拢是安尼，嘿啦玩家啊、相拍，
细汉愈晚哦，大汉感情愈好。好啊，爸爸，你安尼等于是住伫个查某受下宿舍。嘿啊，对啊，我就无习惯的，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是厝内底查甫较侪，我一个弟弟安尼。啊，妈妈因兜较侪做囡仔，所以结婚了就无习惯。就无习惯。啊，无想到，我感觉你即摆有淡薄保守啊，是虾米所在无习惯？就差的，一点我讲出来啊。你先讲咩？我靠，好跳！哎，上去是要证明自己出来的人。无啦，爸爸嘛就古锥啊，爸爸妈妈当初是安怎熟识的？就是迄个时爸爸风灾啊，纸风车有办一个营队，陪伴囡仔佚佗啦，帮囡仔上课。啊，阮两个做伙去志工。哦，拢真有爱心的。系啊，妈妈就是拢陪囡仔佚佗，啊，就有爱心的啊，但是就是甲大人拢无啥讲话啊。啊，我迄个时阵就想讲，我一定爱来6点。所以就，那你赶快。哦，然后就熟识啊。哦，对啊。啊，像怎样结婚了后，伊毋是无爱讲话的人对无？对。安尼遐尼有爱的，这爸爸妈妈，恁的幸福咧，敢是为着因姊妹啊选的？对啊，因故即摆实际功课愈来愈多啊，啊，所以嘛爱上网做一寡功课，什么回事，阮就决定要选这个幸福咧。咱做伙来看因的幸福咧，飞机型电脑。哇！社会家庭敢有信心，会当甲迄这想要伫的礼物炸登去厝的。哦！马上来进行乒乓刮火车。15粒乒乓挂入去火车顶的杯啊，5底杯啊，入去3底就成功过关啊，2届机会哦。哎，哦啊，是啥物来挑战？哎呦，只有爸爸甲姐姐。嘿。啊，妈妈甲妹妹是。踢球。哎，爸爸的本性走出来啊！嘿，啊，你练习的时阵，敢有成功过？有，姐姐捌成功过。哎呦，姐姐为着伊的幸福咧，会当甲这笔记型电脑炸登去做，敢有真拍拼？有。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。紧来甲物件收收的，来食葡萄哦。火车嘟嘟，这是啥物火车？这是在乒乓的火车。哦。虾米在乒乓？这是报道呢？哎，这是啥？乒乓刮火车。这是阮爸娘公园倒转来要去挑战摕幸福咧。虾米？嘿，啊，咱要去出任务，啊，毋过厝内底也无电动的火车，是要怎辨识的？我也知哦。无玩具火车，咱就家己做啊！哇，妈妈最厉害诶！妈妈拢已经开始咱做一台火车，做来就是咱的任务啊！好，你也太快了！哎，有啊哦，较准呢！哎呀，差一点啊，加油，过来，上好准哦！哦！啊，今日食啥？食球补球，食球补球，较悬的，较大力的，嘿。安尼，嘿。直接继续等啊！安尼会拢等袂入去。不要紧，咱继续练习。唉，到时阵摕到着幸福咧，要安怎？就是啊，讲要比赛啊，阮拢无用过电动的。莫去咧怨叹啊！谁人讲无电动的火车咧？哇！你去。哦。哇！今麦有电动的火车，阁有舒适啊，恁敢有信心？哦。咱莫有压力，上重要的是咱咧耍了有欢喜，好唔好？好。好，咱做伙来。加油！
哇，姐姐你真正有拍拼呢，你练到要困去啊呢，人家要困完全无表情。来，上会家庭，做伙加油一下好不好？要有信心，袂当过关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对，上会家庭，请就位。乒乓刮花车，请开始。好，爸爸开始啊！这无限时间哦，无限时间，五块皮啊，入去3块就过关啊！来啦！哎呦！哎！里面啊！哎！较轻的，较轻的。啊！机会有机会。啊！差一点嘛。爸爸加油！哎！加油加油加油！里面啊！里面啊！来啊来啊！里面啊！来！来哦！你手哪都伸出来啊！你搁一粒就过关啊！搁一粒，好。来啦！哎呦！哎！里面啊！哎呦！较轻的，较轻的。啊！机会有机会。差一点嘛。爸爸加油！哎！加油加油加油！里面啊！里面啊！哎呀！来啊来啊！里面啊！来！哎呦！来哦！你手哪都伸出来啊！你搁一粒就过关啊！好搁一粒，好好，你上介意的所在到啊！你上介意的所在到啊！谢谢。你今嘛是恁规家伙啊骄傲啊！再来换观众朋友要来摕红包了，观众朋友一个人挑战哦，有10粒球，只要弹入去2粒就过关。看上要来试看卖，1、2、3。哎呦！表兄妹，来，欢迎！欢迎来，自我介绍。应届的表兄妹对不？哎，你叫啥物名？应慈，应淑。哎，你平常时做啥物工课？护理师，护理师护理师哦，怪咱有气质。啊，护理师嘛会真辛苦呢。啊，你甲表兄的感情敢有好？就好诶。足好诶！哎，伫咧电视机头前袂当讲白菜哦。希望表兄妹会当过关。来，乒乓刮花车，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哎呦，无限时间，豆豆来，哎！加油加油！只要2粒入去。差一点嘛！哎呦！进！我过头，豆豆来啊！好来，伤过大力啦！来啊！哎，刚刚在这位置较有机会呢！加油！过来当火车，来！对。啊！最后一粒，你还有机会！哎呀，真可惜无成功来。确实是无简单呐。啊，不过真好耍对不？好，多谢你。多谢。咱恭喜恭喜，相会家庭。再来欢迎第3组，欢迎漂配大中人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爸，我叫大姐啊。大家好，我叫西西，我是阿母伊爸。伊爸，欢迎。听这队名就是台中人，对，台中人。啊，是安怎会好漂配？因为阮做代志真飘撇，哎呦，啥物代志拢往风飘撇的方向去。亲像阮某咧做艺来，人爱满1个月嘛。对啊。阮某研究计要几冬啊？半暝啊，我就带伊出门讲行，我带你来啉酒。对暗时啊8点啉到透早5点，2种啉7斤。
啊，不过其实你家己嘛最爱啉的对吧？无，我是陪啉啦。哎，妈妈，敢是安尼？其实比我较爱啉啦。啦，阮是做生意无法度。做生意啊，你要讲生意，一定爱普通时爱训练酒量，阮这是工课的需要，毋是阮爱啉啦。嘿。啊，遐尼漂皮爸爸，啊，敢有啥物其他漂皮代志？就是像我大巴肚的时阵，阮翁有陪我去翕孕妇写真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毋过阮翕的孕妇写真甲别人无共款咯。安怎讲？来，咱做伙来看。就水啊！这面奶怪怪。这不是来，你看，是我，是你，就是我。我想讲这画总书哪甲你画甲无成理啊？这个是恁翁阮到遐的时阵，人咧衫穿着去啊。对，我阮到遐时，我向讲，哎，无来换你穿迄婚纱，我来穿衫。是你要求的。你是雄雄安尼讲的？雄爸爸安尼做，妈妈敢有足感动的？就是感觉足好笑的，啊，足袂正经的。足袂正经的。啊，我是足感慨的。啊，不过安尼甲爸爸做伙足快乐的啦。对啊，我想讲，爸爸会当看到因某囝的快乐，就是伊上大的满足啊。啊，恁两个人即摆是做啥物工课？阮咧做，我是咧开店的，我咧卖艺品、水晶，哦，啊，搁有一寡电商，啊，搁有捌咧开直播。所以恁阿母是做伙做工课，哎呦，阮24点钟拢做伙。系啊，做伙过生活，做伙做工课，啊，毋就定定冤家。袂啦，一定会冤家啦。啊，毋过阮旧年对日本转来了后，到即马拢有捌冤过家。是安怎？你日本发生啥物代志？就是阮去日本爱家己开车，爱换国际驾照。国际驾照。啊，结果阮翁伊想无闲，无去换，我去换尔。啊，阮去遐开车，阮翁开的就有发生车祸。哎，发生车祸你无驾照就是违法的。系啊。所以现场去互警察就抓去你关啊，就是迄届就5天拢无对方的消息。哈，抓到5天拢无消息。拢无。哇！足恐怖的呢。啊，所以律师甲我讲，伊会当出来了，我去警察局看伊嘛。一出来，阮两个拢伫咧哭。啊！我头一句话就甲伊讲，我后壁要搁甲你冤家啊！我啦。啊，毋过爸爸虽然讲哦，发生这个代志，大家拢是毋甘愿的啦。对。啊，毋过你是毋是感觉有淡薄价值？小可啊啦。小可哦。投资就袂一直冤家啊。对。所以大家若要冤家的时阵，你敢会讲啥？你想看觅？你做你偌思念我，今摆要甲我计较啥？会较珍惜对方。对，哎呦，所以啥物代志发生，拢是有迄其他意义的。真正。虽然讲迄当阵，阮无一定知影，啊，毋过外头去看，嘿，一定有真大的意义。就参像恁的这件代志，啊，西西敢有参像恁阿某遐尼漂配。吼，伊款足大报告性的，就像进前有无，阮某过生日啦，啊，朋友拢替阮某庆祝安尼有无？啊，庆祝到一半，一定会牵鸡两刀啦，牵冰角啦。哦。迄阵伊嘛有去，看到规场牵来牵去，伊倒顶看到，敢若剩一罐西瓜汁，一个安尼，摕开，外拍开，哈，对我看。西瓜汁，迄大家咧庆祝生日咧，你唔惊你拄着角头的哦？伊拢是看我大汉的，袂生气。哦，那算足好的朋友啦。所以其实迄真侪朋友拢足疼惜西西的啦。西西除了迄起骹动手以外，佮有啥物其他的兴趣？伊上介意的就是念歌、唱歌啦。哎呦，唱歌，伊对伊的歌声足有自信的。西西你就爱唱歌的哦。对。哎呦，啊，所以有当时还佫会逼阮参与伊的歌声。啥拢是用逼的。亲像有一届啊，我要去便所，啊，细汉的就念我，伊无看伊的哭，我甲西西讲，你帮我顾妹妹，啊，我去便所。我一入去一坐落来，我就听到囡仔咧哭啊。我想讲奇怪，那愈哭愈大声，敢咧嘛伊嘛伫咧哭。是。结果是伊唱歌互妹妹听，妹妹哭一个愈大声，啊，哭到有吐。啊！伊紧张一个怎嘛对咧哭，所以我对便所冲出来，两个拢伫咧哭。听你讲到这个故事，我就想要听西西唱歌。咱现场的观众朋友，歹势吼，歹势。是啊，啦。我先。现在咧上电视啊，西西佫遮尼。会当表演无？会当哦。哎呦，西西真正就大风诶。对。要唱啥物歌？望春风。望春风。哎呦。哇，这无风唱哦。破声吹咧。倒也无伴树林的春风对面吹，早起八岁还未出嫁，遇着少年家。歹势。个人表
你讲哦，你唔通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。是啊，而且恁早间唱歌，你一直讲拍摄拍摄。我即摆有一件代志，是最严重的代志，最认真的代志，想要问你。妹妹唱歌后，这个录影的现场，你要开偌济钱，甲伊买回去？啊，这样咧大家听着拍摄，我已经开机了嘛，会收惊。我甲你讲，就算是安尼，伊嘛是足有自信、足大方的。遐尼调皮的一家人哦，因想要爱幸福咧，会是啥咧？咱做伙来看。电杠屏。哎呦，所以是要互谢谢。唔是，我拄则有讲，阮大汉的甲第二个有无，拢做查甫气开嘛。对对对。我真希望我上细汉的未来是有气质的，像你共款长头鬃、青裙点啊单更紧。你看迄画面偌水。我袂晓单。无要紧，同志做坐遐水就好啊。对。所以也转去只为着要翕相。无啦，嘛是爱学啦，嘛是爱学啦。嘛，即马有咧学你哒。当时啊，伊上完转来有无？毋是有迄款纸会当练习。伊转来讲啊，爸爸，啊你死咧倒，死咧倒。我倒落，倒拉西。啊，死咧倒，安尼吼。死咧食，死咧食。我讲话啊！哎呦，马上来进行挑战纸台。乒乓伫纸板面顶咧，球球落入去八底杯仔内底，就成功过关啦。拢总有12球，无限时间，有2届机会哦。哦，哇，这个游戏看起来真趣味，对无？啊，恁是啥物来挑战？哇，由我来挑战。只有你。对，拢是我。对。你是上你较厉害还是安怎？你有款咩看起来应该是我较厉害。厝内大细细，嘛是拢我咧做。哎呦，爸爸敢有足认真咧练习。查甫人的担当。有啊，咱做伙来看爸爸练习的过程。要吃吗？你要做这个嘛？我做。帮我试一个，帮我试一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讲因倒转来的游戏拢来啊，恁搁伫咧洗啊吃？煮我台就好耍的嘛。厝有一个我好耍的煮我台，即马甲我来倒行。这就是讲因倒转来要挑战的任务。手前煮我台，互乒乓练入去杯仔内。啊，煮我台咧，煮我台咧。无咧食啦，煮我台咧。啊遐咧，看卖啊有无？看藏咧倒。煮我台敢有可能藏咧食哦？煮我台伫遮啦。这是煮我台。对，来，搁有哦，噔噔。乒乓。落入去杯仔内底。练入去杯仔内底。你去看卖。好，这真简单啦。1、2、3，哦。你扛无好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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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有一届。差1点啊！我感觉你的第练习。搁咧假，搁咧假。阿母，你对阿爸敢有信心？我对你较有信心。你阿爸去遐变高人就好啊。什么变高人？咱是做要去赢奖金的，咱做伙加油一个。加油！哦，爸爸，我看你是不是练唔到去啊？无啦。哎，来，你等我吼。铁砂掌，来，我看你敢有练成功。来，我给你一届机会吼，砰，卡出破去，我输赢，给你1000块的红包。啊，不过只有一届机会，袂当一直赌。好，啊，说你哦，镜头莫受伤哦。哦，来哦！你莫改做到家己的镜头哦。来，会当开始啊！1000块我帮你省落来。感谢你，哦，你真大心的。对啦，其实是练甲足认真的啦。嘿，啊，西西对爸爸敢有信心？练习的是酒，
球，嘿，一直拉，一直拉。哦，练习的时阵，这是我挑成功的工，机会较低啦，对吧？我挑工还一直去扣球，暗时较袂差，较是吗？好困。要互伊运动。对。哦，爸爸真大心的，啊，你等下是要训练啥？较早要训练，一届都爱还过关啦。好啦，来，漂配台中人加油一下好不好？乒乓，进啊！乒乓，进啊！乒乓，乒乓，乒乓。进啊！进啊！进啊！干啦！漂配台中人，请就位。手前左台，请开始。开始哦，来，这无限时间的哦，无限时间，15粒球，你要过粒就过关啦。哎呦，真顺利哦！哎呦，2粒啊！哇，爸爸，哎呦，真有实力哦！哎，卖床，哎呦，3粒啊！要我加简单，4粒。哎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赶紧来，找到来，找到来！哎，有耐心。来哦，5粒啊！一定5粒啊！哦，这种代志，最后2粒就过关了。加相信啊！爸爸，这个看5级，这个看5级。最后1粒就过关了。时间的哦，无限时间，15粒球，你要过粒就过关啦。哎呦，真顺利哦！哎呦，2粒啊！哇，爸爸，哎呦，真有实力哦！卖床，哎呦，3粒啊！要我加简单4粒。哎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赶紧来，找到来，找到来！哎呦，来哦，5粒啊！一定5粒啊！哦，这种代志，最后2粒就过关了。加相信啊！爸爸，这个看5级，这个看5级。最后1粒就过关了。你扛毛级，你扛毛级。够赢够正嘞！哦，爸爸，你真正有厉害哦。有啦，是不是咯？好啊！我有讲好啊，安尼等于我1礼拜免洗衫、煮菜、路头擦，真正的。因为你是英雄啊嘛，对。这个手爱真稳，对哦。爸爸真正有真稳，而且只有失败一点呢。哎，你即马敢有啥物话想要对爸爸讲的？哎，其实莫看这个赞，每一个爸爸哦，会当得到迄心爱的查某囝的婀娜，迄是真感动，就算只是简单的一句话。而且我看因两个翁仔某啊，我真正有感受到恁某的迄种幸福，为内面表现出来迄种快乐的感觉。啊，恁阿某今日敢有啥物话，趁这个机会，对对方讲的。阮较无法甘心，不过一个小动作就知影。一款感觉会出来。亲像起床，哦，伊会起恁啊，我就是甲用啊好。吼啊，囡仔我甲勒下啖，吼，等伊起来，通啊洗喙齿啦、拭面啦，吼，拢小可的代志。我嘛是，逐工早起头一件代志起来，伊会甲我讲熬早、熬金姐。甲今嘛拢无变。我逐工拢哇，真好。我真久无收到这啊，紧。好啦，咱只是甲伊的因的翁仔某的生活方式无共。你是休困进前，对，因是太早起来了后。我知。我是塞奶姐，你唔免遐激动嘛，对吧？我知影你足辛苦的，你搁爱陪囡仔困，搁爱送囡仔去学校，你当然嘛无时间甲我斟者，甲我讲早安呐。哎呦，你即马赶快是咧怨叹呢？无，我是感谢
下，我先表达我对你的爱。你洗一轮，搁赶快是咧抱怨。好啊，这个是过关啊，不是来处理家庭的纠纷。喂，恭喜票买台中人。好啦，刷来换观众朋友来摕红包。观众朋友12粒球，入去5个杯啊，中过关就会当摕到1000块的红包哦。我算到3、1、2、3。哎，来，这位姐姐，来，不是姐姐啦，哦，你叫人这个是妹妹，这个是妹妹，我拍谁啦？绝对是妹妹。大家好，我叫地位。啊？嘿，地位，过一届，过一届。地位，地位是官还是家？这管啊，你今年几岁？38。哦，38。 38。啊，那呢我无叫唔对啊。是姐姐。是啊，大家爱甲我骂，嘿，我就讲我是种熬看人的，嘿，所以啊，不过你的皮肤是较暗，无唔对啦，吼。你对在讲无。啊，你拄仔看爸爸算这个游戏，是毋是感觉真简单？嘿，一袋给两个。一块给人哦 ，piece of cake。啊，那你嘛听会的，下一真就厉害。来，手前抓台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我来替你啃猪啊！来哦，来豆豆来哦，加油加油！亮着冠哦！哎，速度，速度，哎，豆豆来，豆豆来，不管多一个杯啊，拢是。你当为这2个开始啊，对不？哎呦，较紧你有真大机会当过关哦，唔免算铁砂奖哦。即马个差3个杯啊吼！哎，讲2个就过关啦，讲2个就过关啦，豆豆来，豆豆来，来讲2个，讲2个，过里面2个就过关。哇！哦，我感觉闪掉。最后一个哦，有机会哦。搁一粒就过关啦！哎，你即马是咧算啥物新的游戏？大陆神的嘛。来，来啊！买里边啊！加！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加！啊！你这边啊，来啊！过来！哎呀！那你去最后一个杯啊，你有过关啊？来，加油哦！豆豆开哦！哦！来，这边。冇。我感觉这边较有可能成功，因为迄收过远啊，迄速度会真紧。对啊！来，这2个拢会赢的。过来！恭喜豆豆来！多谢。欢喜，谢谢。来，多一届恭喜！票配台中人。恭喜豆豆来！哇，观众朋友啊，今日幸福咧，体质风格，电更琴，还有笔记型电脑，内底敢有你想要爱的幸福咧。敢有？其实哦，无要紧，赶紧来报名，你就会当选择你家己想要伫的幸福咧啊。对，若是希望心灵甲物质的幸福感会当愈加愈多，那你就要准时收看。公演豆豆来！